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来看张录诶。乐华科华人教会。大和长是青少年哦，青少年的带敬拜，带迄个主持，所以甲因录起来哦。咱今仔日坐来即个世经教会，想讲迄个介绍即间华人的教会。是，就是保罗迄阵吼，还未行到遮，但是即阵已经有福音吼传到欧洲的足侪所在对无？欧洲足侪所在拢无家己的牧者哦。来看这右边呐，正边即个开始阮的教会，伊是一个之前是一个仓库吼，一个仓库改装诶。仓库改装，对，对，所以吼，咱嘛是借着别人的教会啦。即个教会其实是无一个牧师哦，阮无家己的牧师，嘛无家己的会堂，是甲人借的，所以韩国人诶嘛吼。是因会再聚会，所以阮敢会当下晡吼，因聚会聚会了，等因聚会了哦，万一因若较晚，阮着袂使上早入去安尼牧者拢是请外口的人来支援。支援恁斯洛伐克的教会。你看下骹即个是维也纳来的牧师吼，秦牧师。即个就是差不多拢逐礼拜拢无共款的人来吼，因来的嘛无一定吼，但是维也纳即个牧师伊逐个月吼，若无啥物代志，应该拢会来一摆吼，剩的就是无一定哦，无一定有牧师。咱台南信教会老师，你台南信教会2000几个人，几个牧师啊？阮有几啊10个啦。几啊10个牧师哦，真欣赏。来个足侪会当用的人吼，对无？足侪同工，若有啥物需要吼，拢会得到足侪支持吼。但是阮伫遮吼，就是较无吼，边仔就是一个仓库，因为即区是咧卖批发的啦。拢中国的会。是，拢是中国的。斯洛伐克华人基督教会简单的历史哦，伫2013年的时候，对匈牙利一个牧师，就来伫遮来找兄弟姊妹，找信耶稣、信基督教的人吼。有一天吼，伊就甲迄个叫做李约翰牧师两个人开布道会。对。这是2013年的事，开布道会就成立斯洛伐克的华人的基督徒的团体。迄阵团体2年后，因着教会的成立就搬去伫韩国人迄教会，甲伊借教会就对了。韩国的教会借来礼拜因下早4礼拜斯洛伐克的华人教会就用下晡时来做礼拜。是，所以阮拢爱等到1点2点吼，左右才开始。目前的教会有宣教部，还有门训部，佮有关怀部，佮有崇拜部，行政部5个事工。每一个部门拢有一个同工来负责。是，所以是5个同工吼。其实阮的人差不多30-40个尔吼，聚会时吼，无像男性安尼哦，可能一个部就几啊百人吼，阮一个部可能2个人吼，2-3个人。来，咱来看
斯洛伐克吼，甲台湾足相像，所以伫遮毋茫讲台湾遐尼济牧师吼，会当有人愿意来斯洛伐克甲福音团去。哦，伫1993年诶时吼，伊斯洛伐克甲捷克斯洛伐克本地是一个国家啦。1993诶时，两国讲诶，讲安尼咱分两国，一国斯洛伐克，一国捷克，讲诶就成立啊，拢毋免相战哦。偌好诶。目前因两个国家有哪是那像兄弟啊共款，无讲哦，你要独立，我就甲你拍，无安尼啦。咱看斯洛伐克诶土地哦，4.9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46万，咱来比较台湾3.6万，4.9，斯洛伐克比台湾较大小可，毋过人口吼，台湾诶人口比斯洛伐克加5倍啦。真多，加5倍出来，因诶人口甲546，台湾人口2300万，所以遮足侪山诶啦，对，足侪山对，足侪山，足侪土地，无人住诶所在，迄个。但是伊诶土地吼，你看伊诶地图甲台湾也差不多啦，看得足像诶，一条番薯安尼。斯洛伐克甲捷克，因本地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是永远不能分离吼。有人讲是永远不能分离，毋过因讲诶，开会讲诶，着分开啊。我想台湾阮会当安尼啦，毋免讲一定爱相战。来即个吼，就是其实咱甲即个地图甲伊转一遍诶，对无吼？伊本地是西着安尼哦，所以逐个会准。顶悬拢是山啦，北边遐拢是山。这就是捷克吼，顶悬咧捷克，来这是斯洛伐克。你看，一直咱看足侪山。山拢伫北边，迄科尔巴千山就是甲因诶北边诶国，从围起来，伊甲波兰诶界界，就是波兰甲斯洛伐克界，就是用迄个科尔巴千山诶山脉做因诶国家诶界。所以你若爬山会当对波兰爬到斯洛伐克，嘛会当对斯洛伐克爬过波兰。这是阿尔卑斯山哦，买当为意大利过来哦，为意大利这边。连过来吼，这个科尔巴千山哦。是，对，来，即个正平吼，即个下骹遮就是匈牙利的，匈牙利，德平是维也纳啦，吼，就是迄个奥地利吼，正平是即摆咧小战的斯洛伐克，乌克兰，是，即摆咧小战乌克兰，对，俄罗斯伫个较顶悬，所以吼，你看阮的牧师哦，牧师为匈牙利来，开车过来，差不多爱2-3点钟，来回可能5点钟啊。其实是足远诶，但是因拢是当天吼来回，因家己教会有聚会了吼，他来阮遮，还是讲来阮遮了，搁爱赶转去聚会吼，所以因拢是足赶诶吼，但是因拢足有心诶吼，拢无收钱诶哦。来即边是迄个维也纳吼，维也纳诶牧师，伊维也纳开过来较近啦吼，所以伊会当逐个月拢来一摆安尼。其实阮伫遮吼做侪青田人，我最近吼看因较熟吼，较知影讲其实青田诶人吼，因是中国遐吼，那是啥物19几当诶时，20世纪吼，提起先诶时吼，因足侪人几10万人吼，都走来欧洲吼，因为讲因较善价，拢山嘛吼，伫山地。迄阵拄好是二次大战结束。国民党走来台湾迄个时间，对，所以共时间吼，所以足侪人走过来欧洲这边。
较侪人去意大利啊，吼，西班牙，大部分的人因拢是做批发的吼，所以因做那较久的人拢是遮有钱人啊，做零售批发，所以你若伫遮吼，凊彩去一间迄细间店家问吼，大部分拢是青田吼，青田的人，青田来，是，所以因是做刻苦耐人，做像咱台湾的客家人，对无？吼，趣味吼，好，所以咱的教会即阵嘛是做希望家己会当找着家己的一个所在聚会吼。这是对面一个中文学校啊，逐个来遮读册中国人吼，拢会送因的囝去即个中文学校，教会对面一个，伫遐咧学中文。好算，所以你也伫周末吼，伫礼拜六还是礼拜日，会看做侪囡仔伫遮走吼，中国人的囡仔。好，所以找所在吼，即摆爱找所在来做家己的教会。第二就是爱分享资源。好，分享资源啊，就是讲牧师安那分享。毋过上好是有一个人啦吼，培养本身的教会有出团队人。是，也嘛希望有一个有较济像迄男生对无？听讲台湾有足侪宣教师啦，宣教师吼，那像也未看到斯洛伐克即个位。因为真需要，因为全国无一个牧师啊。华人就是讲中国话牧师，连一个都无。是，足侪所在哦，毋但是咱阮即个国家吼，其实足侪小国家吼，拢有即个问题。咱拄则一个图片内面，迄其实嘛是有人来支援的哦。就是伊是来阮的教会吼，来遮甲阮支援的，即个伫后壁好，所以就是讲希望会当搁较济人吼，因会当来遮甲阮会当住伫遮啦，因为伫遮爱讲啥物话。爱学遮个话吼，可能有啥物困难。伫欧洲遮，匈牙利爱讲匈牙利个话，捷克爱讲捷克个话，对无？我有咧想吼，想讲较早迄个保罗，上帝毋是叫来马其顿来欧洲传道嘛？甲所以若无爱来，上帝有哪会兴起别人？总是上帝有哪会兴起一个人来斯洛伐克？虽然我毋知影什么人要来，就是算无人会来，但是咱知影上帝一定会找一个人来复兴这个所在的教会。咱来继续来等下就有，咱来读圣经啦。好，咱来读圣经。好，是使徒，因为阮刚想着吼，一个使徒，即个故事真趣味。12章的所在吼，就是希律是一个罗马国派来管以色列人的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伊想讲，伊就是讲这件代志，我今日要读的圣经吼，就是这件代志发生伫，就是有一个叫做彼得，伊去互关对无？彼得互关以前啦，就是讲以前吼有掠一个叫做什么雅各吼去抬，已经抬死，伊抬死一个雅各嘛吼，抬死以后看所有的百姓拢足欢喜，拢讲哇，你即个王足好诶，所以就想好安尼好哦，安尼我过来掠彼得，安尼佫会当佫甲百姓足侪人拢会甲伊学落去足后。
伊就甲彼得掠起来关，因为迄阵拄好要一个有过一个节日，因伫节日的时候，处理即件的，甲伊抬西风惊会扰乱，所以讲甲伊关咧到因的节日若过去的时候，就是搬过节啦。讲搬过节若过，甲即个彼得掠出来刣，就是安尼啊。结果呢，另外呢，希顿特别提伊出，迄暝彼得绑伫2条铁链，困伫2个兵的中间，佮固守的人伫门外伫固守。这段即册就是讲，就是讲彼得绑伫2条铁链，伊讲正手绑一个人，因咧铁链是一个兵。用铁链甲甲彼得的手绑掉咧，是安尼啊。另外迄边，佫是一个兵甲伊绑掉，变2个兵用铁链用手铐掉诶。你要走，爱拖2个人走，无可能啊。所以一定走袂去。外口佫有人固守即款死刑犯啊，一定是死刑犯，一定走袂去诶。问题是发生安尼毋过因暗时。因暗时诶是有一个天使来甲打肩胛头啦，来甲彼得打互醒讲，迄阵铁链就是落落去，迄个天使就甲彼得讲，你鞋仔穿咧，腰大下咧，你诶外套满咧，对我行，彼得就真正照安尼，因为铁链已经离开伊就会当起来穿伊诶鞋下伊诶大着对迄个天使行。但伊迄阵伊想讲伊咧做梦对无？对，伊就行过2个门，要行出个铁门，要入去街路的时候，就出去出去以后，行过一条街，迄个天使就无去迄阵彼得甲想啦，即摆咱来看14节。已经想明即个事，就讲伊更知影这是上帝咧甲救，就到约翰称做马可的老母玛利亚的厝，伫遐有侪人聚集咧祈祷。伊拍外门的时，有查某囡仔名罗代出来听，认得彼得的声，因为欢喜的缘故，无开门，走入去甲人讲。彼得徛伫门外，就伊知影讲听到这是彼得的声，因自己咧祈祷，就是讲希望彼得会当讨饭，拢替彼得咧祈祷就对啊。有算做一个教会，咱即摆来讲，就是讲教会的人全部拢为一个会友咧祈祷。一个查某囡仔出来听到以后。足欢喜诶，讲彼得来我有听到个声，袂顾得开门啦。讲咱咧祈祷诶人，哪会出来本来伊去互关对无？伊就走入去甲人讲，人讲你是咧起面梦起笑，这无可能但是无人要信，无人信，无人信。但是彼得呢，佮继续拍门，叩，敢有人走出来甲看，讲我真正是彼得。因真戆硬，因大家拢惊一跳但是安尼就讲彼得互人关到迄个程度，上帝若要甲伊讨饭，有哪是讨饭咱即摆咱知影讲，逐个牧师拢足济，使徒华科也袂有上帝若要讨饭，即个所在有哪会讨饭？所以讲，望咱逐个人会当较紧继续祈祷，来看到上帝作为。想到即个故事足神诶就是讲伊一群人一直祈祷，咱想希望上帝当救彼得，莫阁互像阿哥安尼刣死。但是因看到伊是阁无啥相信诶真正是上帝是足趣味诶上帝所以咱就想着讲，咱诶教会嘛是安尼咧伫遐祈祷，希望有一摆有一天会当有等到家己诶牧者所以咱阮若是逐个月拢有一摆圣餐但是爱等有牧师吧，万一牧师迄个月无用迄个月可能就无圣餐。阮圣餐较特别啦，阮是逐个人安尼，为年要偌济人拢围一轮
即个是半年为一年，啊，无输一个一个分的哦。大家敢有食过一个一个互无输分的圣餐？哦，这是聚会后应该在爱餐啊，哦，对，做伫遐煮饭。虽然足细教会，但是吼，因拢做老煮诶，有一个佫开餐厅诶吼，咱嘛，逐当嘛是有一个退休会吼，人无济吼，但是逐个拢会去伫迄匈牙利遐吼，请因诶牧师来甲阮退休会。啊，阮嘛是有主理啊咯。即阵囡仔人吼，囡仔人3岁迄班吼，当开始半担吼，还未到半担。即个囡仔，拢是会友诶囡仔。有细汉囡仔，啊，佮有小学诶，初中、高中诶拢有啊吼。对哦，有初中、高中做伙叫做青少啊。啊，但是阮青少因为其实已经10档啊，对无？所以伊拢大汉啊吼，可能变少气啊。但是拜五下暗7点拢有做伙查经。啊，今年阮带因去滑雪，就是滑雪营吼，去遐读圣经吼，滑雪了读圣经聚会。这就是拄则讲诶吼，附近诶教会拢会来支援赞助，伊若有闲诶话吼，短宣队因就会来遮吼。做伙聚会啊，帮赞呐吼，这是老师写诶。阮诶教就是因遐困难吼，因真需要欠缺诶所在啦。是，而且迄阵为虾米教会即阵伊是用协会，即阵你申请协会吼，因为伊无法度用教会即个名来申请，因为遮个规定，若要申请教会，爱有几十万人诶吼，会当申请即个名，这是奇怪诶迄落。这是阮教会所在吼，若有来遮来遮耍诶人吼，会当来经过遮坐坐，来阮教会坐坐吼，然后有家己诶网站吼，大家若有兴趣会当继续去看。好，安尼咱今仔日老师有影片对无？介绍即个城堡。城堡，迄个是布拉迪斯拉瓦诶城堡，因为所有观光诶人客一定会来遮。是，即个城堡内面嘛有家己诶即个细经教会哦。因遮其实天主教吼，天主教足济，所以因拢有足济细经教会。伫城堡内面诶博物馆，一半拢是博物馆。所以有足济物件会当伫内底参观。啊，即个城堡吼，较特殊就是讲1437年诶时阵哦，罗马帝国诶皇帝，就是波西米亚诶国王吼，伊破病伊要死诶时吼，迄个王爷就互人甲关起来，互因囝婿甲关起来。到尾安尼黑白讲话吼，因为伊是要继承做国王，所以就关伫即个城堡内底。是安尼，所以遮会足济历史吼。拄啊，明辉讲我已经就要变地理历史专家，其实无吼，以前拢考足歹，来遮较慢慢啊熟悉吼，可能话讲毋对诶哦，帮我纠错呢。所以老师来遮伊是看多瑙河对无？顶礼拜若有来看诶吼，会当搁转去看即个阮位顶悬。伫个足悬诶塔遐有迄个城堡诶顶悬。伫顶悬会当看着规个多瑙河诶足水诶一个景色，对无？好，安尼咱就来看老师录诶影片哦。刚刚讲即个城堡做成一个巨人，迄个比亚对无？
倒冰坐椅啊，一条椅仔甲举倒饼，看了多人会日落，要落去，这是因为博物馆，也就是长老当大好舞就人伫咧练习吼，一个教会团体。这舞就不少人来自阮即个国家，大部分人拢会去压力的位置。好近去的就是城堡的博物馆，城堡的后面的公园。应该让多谢今仔日大家来听阮的保罗还未到的所在，啊，希望大家有闲吼，真正会当来遮甲阮支持啊，搁要愿上帝来祝福你哦，爱记家己饲一个赞啊，因为恁拢是做关心主持人，无管我伫对吼，恁拢甲阮支持，还佫有老师吼支持老师。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哦，阮搁要为要去较北部的所在来看伊遐个细金教会，所以后礼拜我著伫北部跟大家做伙哦，伫遐甲人直播现场直播。今仔日已经到零下6度，已经迄个开始吼，开始寒。其实应该是讲今年无啥会寒，今仔日较寒一点吼。观众朋友爱保重，好好照顾家己吼。后礼拜一的下暗，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1点10分，佮做伙来讲故事。多谢老师，大家平安。多谢明辉哦，啊，佮有来支持的哈。来钓鱼哦，钓哦，会当后一摆吼，看明辉去钓鱼吼。多谢大家平安。